新竹关西去年的办的第一届的关西艺术节，和法国阿维农艺术节的做法，结合音乐会、剧场、沙旗、四里行也都发通，而游客许多关西，如从许多一处大型美术馆，佢当时也只呢一只牛栏河剧场，虽然家家如係关系菜地乡亲，透過幾多嘅培訓課程，亦能完成呢提出的大型作品，超越童年。演出過後，網頁書歡迎，今年亦能也來到台北市做，未感通嘅許多年，叫萬係大家頭擺生活的回憶。一個藝術節的計劃所得，牛欄河劇場還係繼續提運作，大家以為見面情感。今年執行大頭藝術村提關係安尼嘅計劃，自家來做大頭人工嘅，我想大家許多社區繼續來傳達客家種嘅美好。拜到嘅下組石頭當路線，關西南山大橋順風來日1,000日，夜到大定太美好，就地樹下猛地跳到嘅伊拉高地橋。老太面後播下來，大家行起迷笛歌曲嘅氣氛度好。現正以為牛欄河劇場一群好表演嘅關西菜地人，大家真有基地跳下來好。對啊，就覺得說，可能在平常的時候，他可能是我的阿姨或是我的誰，可是在劇團裡面就是朋友一樣，就他們會突然變得很嗨。戲劇本身出一個表演呐，所以說他就把你這種東西呢，在畫面上給你呈現出來的是非常好看。那其實學員在學習過程，他們也很快樂啊。就地自家成班嘅環境下，歡歡喜喜嘅來好。大家本地冇表演經驗嘅演員，見來更有自信，尤其老太面後帶上去。行卡上到大家注意，當次菜嘅表演搞到猛幾跳，此夜也到嘅表演都行卡感動嘅動人。好點點是表演，他講同愛真面目嘅時節，小動拍攝，但係嗰時節拍唔定愛係把啥，又盼，他講都愛行蛋糕買出來，我們就是像是去腦幹一樣去諗嘅，很腦面一樣去。見到位擺到下晝，羅布樹葉都猛見鬧熱，現在牛欄河劇場就係啲亞大位發展出來嘅。服務部嘅注意，當初是咪提供場地，本大家啲亞來練基本功。當然，這個指定我記得老七家故事講出來，還夠做出來。人生多兩多些就話，人講識多咯，學個咯。但係既然我每人係講，要夾做我人生就話嗬。人生嘅就話，梗係更好，嗌你參加。只要你願意來，也談不上挑選，所以每個人的那個程度其實是參差不齊的，是差異是非常大的。可是這是沒有關係，就是你有沒有這個決心，你有沒有想要學會，你有沒有想要上舞台，你有沒有想要怎麼樣，這個東西才是個重點。係關係頭一代沙旗劇場，大家都冇經驗。故作拖延求見見，就用頭擺佢自家經驗沙旗劇場嘅經驗，一鋪一鋪嘅，帶定一條老老嫩嫩又冇經驗嘅演員行到舞台上嚟表演。好，來打字，來。變化的前景以及發生的趨勢，至今都無可言喻。小故事稍微音樂，韓國練嘅音樂。去年牛欄河劇場完成嘅超越童年嘅表演，就為就係關係嘅故事。就該種嘅從細老阿哥從介邊嘅，該時去動小口，因為一個人動戲炒台操，所以就動戲就該嗰種嘅主席嘅該點樣嘅聲音嘅從細做，當然都蠻寫台操，我喺在後排寫台操，因為該寫台操嗰個就該優勢，反正就出來。
葱奶啊、油水啊、还讲咧欠，所以欠黑黑，所以社会是一个啊，胃破咯，突然黑个真到来下去，他说哦，在动肾气的事情。内容都是有钱人嘅嘢插腳童年，係牛欄河劇場頭一出大型嘅作品。希望前、希望後，3期幾年就先出來聽王榜。本單主見來見點咩田中下素材，咩以為快啲。其實我哋最寶貴嘅地方，所以因為我哋唔係專業演員嘛。呢一點好處，就講變成就大家庭中啦。大家唔係為到演出嘛嘅，然後表現嘛嘅，然後講舞台上有什麼好的表現，讓年輕人做兩件事情。很特別，因為有6歲到66歲的人在裡面表演，所以就會充滿了逗趣有趣，然後還會被大家耍搞笑，所以對我來講是很好的那個活動。因為很有趣，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，跳舞東西。嘉义所有人对社区的事情的参与度非常昂高，也是有浓厚的兴趣。这并不是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的。大家排练走谁是这，不计较很多事情的，包括时间的付出，包括工作量，包括价值的牺牲，同埋动通性。你爱群人。本來嘅目標是為社區營造和老屋活化，結果大家有感情之後，就想講應該做下那種事情啦。跟我哋目標可能就會加入戲劇嘅部分可能都有需要的地方啦，去做到呢方面嘅表現啦。當次嘢呢，老關心人頭把嘢整塊情緒表現出來，還做到大家情感調度都被捏弄一下。牛欄河劇場帶同嘅3期幾年來參加藝文活動，來參加採體嘅師傅。3期後，大家心健康下就有力。3期劇場未做得長長久久嘅做定下去，大家相幫相聽，採體嘅文化內涵就會豐富加多多。